伯爷，听过债多不愁吗？反正我湘军的名声已经摔得稀巴烂了，但伯爷可不一样。要不我传染给你啊？嗯，你干嘛？书看完了，自然是要走。哎，你不能走！公子，公子，请湘军回去等消息吧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湘军这般纠缠，就算在下想帮忙，也帮不上。你说是吧？这么说，你是答应了？这陈安博说话模棱两可的，叫人心里没底儿。到底帮还是不帮？啊，看来还是得我自己想办法才行啊。去那边看看。怎么又是你？没想到金庭侯一家竟如此专爱翻墙。若是大门能走，谁爱翻墙？不过你怎么在这儿？难不成是被谢启林买通了，被我抓个正着吧？湘军冷静，在下趁夜前来，自然是来查案的。早不查，晚不查，若不是被买通了，谁会大半夜来谢府？湘军这不是也来了吗？在下答应湘军了，自然会竭尽全力给湘军一个回复。那不知伯爷进展如何呀？暂时没有。我居然会信了你的邪！告辞。湘军这是要去见谢启林吧？眼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谢启林改口。你若没有别的办法，就不要拦着我。在下并不想拦你，可湘军可曾想过，就这样去的话，有用吗？有没有用，试试就知道。在下还有一句劝告：湘军若是见到了谢启林，千万不要动武。动武？我班花是那种人吗？班湘军，闭嘴！请你放过班恒吧。此案已交由石大人调查，你找错人了。班恒自小与我一起长大，你们都觉得他不学无术，一身毛病。可我知道，他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说谎。如果真是他伤了你的眼睛，他一定会认罪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说谎了？那得问你自己啊。今日我来呢，只是希望你能将当日的真相全盘托出。如果真是我弟的错，我们班家绝不护短；但若是因为我弟砸了谢府，想找人解气的话，你尽管可以找我，一切因我而起，我愿意承担。再不走，我叫人了，我喊非礼了。千万别辣眼睛。喏，陈安博给你的信，他说公子看过便知。哎，往西侧走，那边人少。